我係 Homeric Interior Design 嘅 Ray， 今次嘅設計啦，主要就係以一個北歐簡約啦、自然同和暖嘅基調，打造出一個收納度高同埋溫馨嘅屋企。設計項目啦就位於土瓜灣嘅港島灣，樓齡係大約10幾年啦，咁而實用面積就係890尺，住嘅係一對年輕嘅夫婦。空間改動上邊啦，我哋主要咧就係將屋主使用密度較高嘅主人房擴大，加設衣帽間。一入大門啦，我設計咗一個高身嘅鞋櫃連儲物櫃，除咗可以應付屋主大量嘅收納需要之外咧，亦都可以當作玄關，咁有分隔空間嘅作用。櫃底嘅位置咧，亦都刻意留空，可以俾屋主啦擺放常着嘅鞋啦。而對面嘅牆身亦都加上弧形嘅鏡，咁呢個貼心嘅設計咧，可以令屋主出門可以整理易用。咁喺大廳嘅設計上啦，整體以米白色為主調啦，附以低飽和度嘅木材，唔同圖案嘅暗紋牆紙。咁呢一種通按通嘅用色咧，低調得嚟，亦都有種優雅嘅感覺，亦都突出咗設計在細節嘅精髓。咁呢一個亦都係 Homeric 北歐設計上嘅特色之一。咁大廳嘅假天花同樣運用咗弧形嘅元素，令到空間嘅線條更加流暢。都市嘅生活急促，和諧嘅用色咧，可以俾到屋主舒服嘅感覺，亦都可以突出廳內望出去嘅大海景觀，放鬆寫意。喺客廳嘅設計上，兩邊嘅牆身刻意用上石紋同埋葉紋嘅牆紙，增加層次感。電視牆身因應屋主放置音響組合嘅需要，只係作出一個簡潔嘅設計，冇擺放電視櫃。屋主喜歡藝術同埋音樂文化啦，咁我刻意將梳化後邊嘅牆身咧加上時尚感重一啲嘅鋼架，咁俾屋主可以擺上藝術嘅掛畫啊、CD 等。咁而牆身嘅另外一邊咧都掛上一盞好似黑膠碟嘅圓燈，增加成個嘅氣氛。飯廳作為宴客嘅區域，喺家私選材上邊，除咗有金屬元素嘅吊燈同埋雲石紋理嘅飯台，增加輕奢感之外，我亦都將展示同埋收納兩大元素融合喺飯廳嘅牆身。屋主可以喺展示空間上邊擺放家具小品，而兩個高身嘅儲物櫃提供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其中一個儲物櫃內嘅間隔調整到 CD 嘅高度，方便屋主收納佢嘅珍藏品。去到主人房同埋衣帽間，設計咧就採用高飽和度嘅牆紙嚟做點綴，除咗可以明顯區分大廳同埋主人房嘅唔同之外啦，亦都可以令到空間增添多啲色彩，映襯翻大海嘅景觀。梳妝台亦都延伸去到窗台，連貫之餘亦都用盡空間儲物。高身嘅衣櫃用上單一色調，但係透過採用直紋條紙同埋弧形設計嘅元素，增添層次感。而床頭板嘅材質上邊用上柔和嘅布料，亦都延伸去到床頭櫃，令到設計更有統一性。床嘅擺放方向都可以俾屋主一邊欣賞景觀，一邊休息。喺衣帽間裏邊，兩邊嘅儲物櫃設計截然不同。一邊嘅衣櫃咧就採用深木色直紋嘅設計，而另一邊嘅儲物空間咧就加入玻璃展示嘅元素。衣帽間亦都設置咗地台，而地台嘅高度同窗台相若。除咗可以俾屋主有更大嘅儲物空間之外，亦都可以關上金屬水紋玻璃嘅趟門作休息之用，建構屬於自己嘅小空間。咁喺主廁嘅設計上邊，深色嘅木材運用啦，大地色嘅牆磚同埋金屬嘅物料同大廳嘅設計互相輝映。而喺浴缸嘅牆身，我特登設計咗一個結合收納功能同埋特色牆嘅設計。喺每個方形空間裏邊，用上漸變顏色嘅馬賽克嚟做點綴，成個空間充滿藝術氣息同埋實用性。弧形同埋金屬元素低調咁喺全屋運用，金屬嘅水龍頭、鏡櫃上邊圓形壁燈、房門嘅金屬手柄等等，
利用呢啲細節提升質感。下次係企缸同埋透明玻璃門嘅設計，但係亦都運用咗同主次相似嘅元素，令到設計更加連貫。廚房隱藏門嘅設計，將廚房隱藏咗喺飯廳背後嘅牆身，令到客廳嘅線條更加流暢自然。廚房嘅設計以低調簡樸同埋功能性為主，避免搶到客廳嘅設計特色。本身廚房嘅間隔方正，而設計上我亦都用盡咗3面牆身嚟做工作台，令到工作空間更加寬敞，同時亦都盡享開揚嘅景觀。廚房上下亦都增添咗好多儲物嘅空間，感覺更加乾淨簡潔。門後邊亦都設計咗一個玻璃展示櫃同埋工作台，空間喺視覺上邊更加有層次感。一個好嘅室內設計呢，就係以屋主嘅生活方式同埋品味嚟做出發點，貼心咁設計，以符合屋主嘅所需，令到功能同埋美感得以結合，真真正正咁樣打造一個屬於屋主嘅家。呢個亦都係 HomeMary Interior 嘅理念。